2025年1月咧，我去咗東京玩幾日，同大家分享我東京幾日嘅行程，食埋玩。今次嘅行程去咗淺草嘅雷門寺、Sky Tree、新宿嘅歌舞伎町、築地、鎌倉嘅小丁通、涉谷、天鴨、富士山嘅河口湖、上野嘅亞美橫丁、恩賜公園同埋明治神宮。我會分開3集同大家介紹分享嘅。閒話少說，我哋一齊出發 ，Go Go Go！大約2點左右咧，我哋到達呢個東京成田機場，然後咧我哋搭鐵路咧去入市區，去淺草雷門寺附近訂咗個酒店。好啦，我哋而家搭車去啦。到達咗淺草雷門寺嘅車站咧，我哋仲要行15分鐘，拖住行李去酒店嘅喎。呢間飯店叫 Kasashi Tokyo Asakusa， 就喺淺草寺附近嘅啫。因為新年期間咧，房間嘅價錢係貴啲嘅。但係呢區附近咧係舊區，有好多平民嘅鋪頭，食嘢買嘢都好方便。大家好啊！我今日同大家嚟睇睇呢個 Sky Tree， 啱啱到埗，而家氣溫得8度，非常之凍。咁啊睇完之後，我哋會去食啲嘢先，之後慢慢介紹俾大家睇下點有啲咩可以行下食下啊。OK。唔好以為而家好夜啊，其實而家都係傍晚5點鐘左右啦。因為咧冬天嘅關係咧，佢早黑，所以我哋咧就趁呢個時間行下雷門寺同埋食下嘢先。遊覽東京嘅淺草寺咧係一個相當熱門嘅景點，喺呢度可以感受到江戶時代嘅氣氛。淺草寺咧有個標誌咧就係雷門大燈籠、五重塔及眾見世通商店街嘅熱鬧，旁邊嘅土產店及小巷，有和式嘅建築，穿日服嘅遊客參拜及祈福嘅善信，不少遊客時刻喺度打卡影相嘅地點嚟嘅。新年期間呢，寺嘅旁邊開咗個市集，賣新年特色嘅飾物啦，好似開運風車啦、傳統嘅日式小食啦、遊戲攤位啦，令我感到穿越咗日式古代嘅新年氣氛。呢度係鼎鼎大名嘅雷門寺啊！我哋今晚暢遊下呢度先，睇下啲咩食，有咩玩。日本過年嘅揮春，而家係晚上6點鐘左右，係晚飯嘅時間。通常晚飯呢係6點到8點左右，9點之後啲鋪頭就關門噶啦，所以我盡早食。先食咗碗拉麵，價錢都幾抵食。再去附近幾條老街揾食先。呢度咧，我哋行一輪咧，呢度有好多食街，呢度其中一條街比較靜少少嘅，咁啊繼續揾下有咩食先嚇。見到幾間和式嘅居酒屋，裏面坐咗好多人。睇下門口嘅餐牌咧，價錢都好親民，唔係好貴。日本食同一個餐咧，午餐係平啲嘅，而晚餐係貴啲嘅，仲要俾稅喎。雷門淺水區係屬於平民化嘅老區，唔係高級嘅遊客區，價錢都幾親民，唔係太貴。好啦，大家好，我又經過條後巷咧，有啲特色嘅嘢小食食，都幾得意㗎，啲設計裝潢都啲隱蔽小食就係咁啦。我喺附近幾條街都買咗幾多手信返香港送俾人㗎。今日嘅行程去 Sky Tree 東京晴空塔，首先要經過淺草寺，去搭地鐵。早上8點鐘左右，我見到好多人嚟到淺草寺參拜，我就去揾老街嘅早餐食。如果食日本嘅早餐冇乜特色嘅，要食返啲外來物種早餐，咁我哋走咗去食麥當勞。可能日本人唔係太注重早餐，簡簡單單食個飯團就算㗎啦，當早餐食。呢個雷門寺啦，今日天朗氣清。喺淺草寺咧，你會發現着住和服嘅男男女女嚟參拜，但係有啲穿和服嘅係着波鞋嘅喎，真係幾有特色。淺草寺附近咧，好多租和服嘅拍照鋪頭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租返套和服拍照㗎，古裝古景拍照幾有特色㗎。
今日我哋嘅行程去參觀新嘅東京鐵塔 Sky Tree 東京晴空塔。喺馬路上我哋撞到一班揸緊 Super Mario 賽車嘅遊客。好啦，我哋嚟到東京晴空塔搭火車嚟，個火車都幾難揾㗎，喺千草橋下低摸嚟摸去先揾得到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去出發睇睇個晴空塔，去睇先。Let's go！ 東京晴空塔平日嘅大人收費係2400 yen 嘅。晴空塔裏面有貼身嘅設計同埋裝置，路線嘅指引晒。要去天際迴廊睇嘅遊客呢，要買完飛再搭電梯上445樓，從445樓呢再慢慢行返落450樓，360度環迴睇呢個東京市景。晴空塔裏面一個小嘅位置，有幾塊透明嘅玻璃，你可以企喺玻璃上高向下嘅城市景望，睇下你嘅膽量。如果你有畏高症嘅遊客或者你可能會腳軟，而我都有啲腳震。好驚啊！新宿，世界最繁忙嘅新宿車站，日本數一數二嘅購物同埋美食集中地。到咗晚上就變身成為熱鬧繁華嘅歡樂街啦。好啦，大家好，我哋又嚟到新宿站啦，我哋睇反應㗎啦，我先嚟睇睇個環境，跟住去食嘢。好 ，Let's go！ 新宿新亮點呢就係東歐嗰隻貓，以大型嘅4K 曲面熒光幕展現，非常可愛，吸引到我都企度睇睇佢搞乜鬼。Shinjuku City 霓虹閃爍嘅招牌，東口嘅新宿區，歌舞伎町裏面有俱樂部、卡拉 OK、杯酒屋，晚上嘅時間非常熱鬧。喺歌舞伎町隔離嘅東豪電影院，嗰度有一隻巨大嘅哥斯拉模型，係1樓到8樓咁高嘅，不過得半截。如果入住嗰間酒店咧，可以上去上高睇下隻哥斯拉下低半截係點樣。咁我哋睇睇現場嘅環境係感覺係點樣先。各位，呢度就係新宿出名嘅哥斯拉酒店啦。額の借金を背負わされる被害が相次いでいます。料金を支払えないと売春をさせられたり、実家や職場に我哋而家去新宿店嘅高島屋食晚飯。高島屋時代廣場係東京新宿必逛購物景點之一，佢一共有14層，12到14樓嘅 Restaurant Park 集結咗30間以上嘅飲食店，俾你唔同嘅選擇。咁我就去咗食豬扒飯，之後呢，去咗高島屋嘅地牢超市買手信。6點以後呢，超市嘅生果熟食呢就減價促銷㗎喇。早晨各位，今朝我哋嚟築地市場試下呢個海鮮，睇下有咩好嘢食。我哋 Let's go。東京都中央區嘅築地
係以前係魚嘅批發市場，而家搬走咗啦。但係保留住喺旁邊有一個傳統市場同埋商店街，稱為場外市場。個仔喺前面啦嚇，慢慢行緊。哇！睇幾多人？賣嘅係生果啦、魚生啦、小食等，啲價錢仲貴過大餐廳。食嘅都係遊客，食咩呢？和牛啦、海鮮檔啦、玉子燒啦，啲價錢呢，我都唔敢買嚟食，非常唔抵。大家睇下街上啲人食到企晒出馬路啊！哇，真係好開心。不過你睇睇價錢就知道啦。不過嚟到東京都要行下見識下啦。開始講啦，我哋而家由築地去銀座區，我哋行咗圈冇食嘢冇剩，淨係買條串雞串食嘅啫。因為啲嘢全部掠水，非常之貴，大家都變咗 water fish， 千祈小心啲買嘢食。呢個繁忙嘅街口啦，呢個就我哋而家去銀座區。各位，我哋嚟到銀座呢個地標，呢度周圍都唔係啲。銀座和光係一間老字號嘅百貨公司，外觀特別，同時建築物呢嘅頂層有個色號嘅鐘嘅。呢個建築物係銀座嘅地標嚟㗎。另一個建築物叫做歌舞伎座，係觀賞日本傳統藝能表演嘅歌舞伎代表性劇場，有120年歷史。呢間係銀座出名嘅西武百貨。東京車站被東京列為文化遺產嘅建築。我哋今日嚟到呢個東京火車站，呢個舊建築有過百年嘅歷史嘅。OK，我哋喺呢個銀座區東京車站周圍行下睇下嘢先。Let's go。距離東京車站唔到300公尺，有一座建築物叫做東京國際論壇，裏邊個空間好大且寬敞。由烏拉圭嘅建築師設計，1996年就用到而家啦。我哋由新宿搭 JR 江之島線去鎌倉，大約1個鐘頭車程啦。去到大船站轉雙南單軌，再去江之島轉車轉江之島電鐵，由江之島去高校前、小丁通商店街幾個景點玩。大家好 ，Newton， 今日我同大家去一個鎌倉嘅地方行下。我而家喺個大船車站度坐嗰個吊軌電車過嚟，咁一陣間同大家了解下點樣去坐呢架車兩邊嘅情況。我哋嚟到呢個大船站轉車好方便，喺天橋行過嚟就搞掂啦。好啦，而家我哋等下啲車先嚇。啱啱有車開始啦。好啦，我哋喺大船站出發，而家等架車。嗱，呢個就路線圖。咁我哋去兩個地方嘅啫，高校前同埋小丁通。好啦，架車嚟啦。佢一條單軌呢就來回咁都係用一條單軌去嘅，即係去到另一個站呢架車等一等你架車就要過咁樣去嘅。坐上去感覺咧，好似坐過山車咁，來來回回、高高低低咁，下低咧就好多車咯，幾過癮嘅。去搭呢個空中電車，大概15分鐘嘅行程咧，就去到江之島站。咁我哋咧就落車站去轉江之電鐵。我哋而家去一個龍口寺嘅十字路口，已經有江之電車嘅 S 型轉彎。
點解喺呢度影呢？因為呢段路嘅電車速度會變慢咗，因此更容易捕捉畫面。好啦，我哋搭咗吊軌電車嚟到呢個江之島，我哋會行過去七里濱同埋呢個高校前站。咁我帶大家去欣賞下呢個環境先。好 ，Let's go！嚟到江之島，可惜嗰日天氣唔係幾好，落雨又大風，遊客都非常之少啊，所以我哋決定呢將個行程縮小，半日遊算數。片瀨江之島站嘅設計源自流傳於江之島嘅傳說，獨有嘅龍宮造型。我覺得有啲似《龍珠少女版》裏邊龍宮添。龍宮呢就深受前來江之島嘅遊客喜愛，打卡影相啊嘛。站裏面有間大型嘅水舞水族館，如果你有時間呢，黃昏睇埋龍宮着燈都唔錯噶。由片瀨江之島可以搭小田急線回新宿，大概1個鐘頭嘅車程度啦。我哋由江之島站搭去高校前站，大概10分鐘車程度啦。呢個高校前站係出名男兒當入樽嘅漫畫嘅平交道嚟嘅。車站嘅月台呢，望住呢一大片嘅海洋。呢度係江之島高校前站。好啦，我哋呢度都見好多人。同埋今日天氣非常之唔好，落雨添。我哋真係睇下可唔可以攞個好景影前嘅啲幾大嘅睇下。OK， 開始欣賞下。就係車站出嚟呢個位置，好多車㗎，非常多人喺度打卡影點。但係呢個熱點呢，今日呢就非常少人，因為天氣唔好。喺度拍照呢要小心啲，交通非常繁忙，要注意個人安全啊！我哋啱啱去完鎌倉嗰後就坐到江之島列車啦，大家記緊要嚟。我而家行一條島咧，條街有好多嘢食嘅。我哋而家係 Let's go 去睇睇有咩睇。一出咗個鎌倉車站嘅東口，就係熱鬧非常嘅小叮咚商店街啦。以紅色鳥居為起點，向北伸延至嘅商店街呢，有生活所需嘅商店；以遊客觀光為主嘅餐飲食店同埋禮品店等。名店街，你見到個女居，我哋先到個車站咧，就會嚟到呢。一睇呢度知道呢係一個熟食中心啦，好多小食賣㗎，我都買翻份嘅，非常之多遊客嚟呢度。不過行到一半就落大雨，哇！非常之冇人，都唔想行，揾嘢食先。呢度啲午餐都非常之抵食，我哋揾啲橫街窄巷細細間鋪頭咧，喺橫邊街度呢，價錢都1000零嘢定有得交易㗎啦，仲係啲質素唔錯添喎，非常好。一定太快啦！哇！天黑黑，好大雨啊！都係要走人啦，返市區先。今集到此為止。下一集我哋會去台場睇高達。獨角獸高達，仲喺度 Team Lab 嗰度睇呢個光環展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